好，方洋转到现场，刚好有讲到的，根本呢来手机係新竹市吼，新竹市府区吼，真正刚刚算起来係市区啦吼，用航路就做得航道的。唔講吼，其實有當到 T 拜去到呀新竹市的人吼，冇聽說去駐查的啊吼，就是租車啊，含係就視察的，其實做得去到較遠的所在吼，係唔係始終做得來手機下，還有哪條景點咯？好，新竹市有幾個密碼。我覺得密碼，密碼，哇！我躺一下，我們有從17開始，就是我們的17公里，從這個南寮到這個南港的這個自行車步道，可以看海景、吹海風、吃海鮮的地方。哇！17公里的地方，那18就是我們18尖山，18尖山以前叫筆架山，它的山下都是新竹中學啊，這個清華大學。18尖山係唔係有當到法規嘅時節做花季嘅時候？有賞花葉，他今年91歲了哈，那91歲，做乜嘅新竹嘅歷史嘅建築啊，乜嘅就安樂哦。對，所以新竹市很可愛，它上山20分鐘可以到，下海20分鐘可以到，這個城市真的有山有水啊，非常可愛。那另外就是也建議大家到我們的這個波公館，就是這個昭和太子到台灣的時候駐駕的地方，那也是劉銘傳這個當初建基隆到新竹這個火車的這個終點站。講係玻璃，對，波公館嘛，就枕頭山，對，在枕頭山下，所以它非常的漂亮。現在有都有玻璃在展，所以中亞方面紅嘅就在波公館，按部10條嘅時間，對，很漂亮哈。那17、18，那19就是我們的這個青青草原，我們有64公頃的這個地方，它光是草原就非常的漂亮。青青草原，對，都是整片的草原的。常常看到草地啊，就說不能踐踏。哎，我們的草原很漂亮，對，那裡說不定以後可以做那個熱氣球也說不定哈。正在努力試看。那20就是青草湖。哦，它是青草湖，曾經是對，以前台灣8景之一的青草湖，很漂亮啊，對。哇！呀，做啲啲雙倍按嘅香料啊，還有翕相啊，呀，真嘅，唔講嚟吃到好一定會景點吼，平常時去較好。禮拜六你真嘅動到人啊，係啊，日下市中吼有燒雞糕吼，有喊較到人。對，那現在只有可以吃那個煙腸炒那個香腸。洋蔥他們該就第2片就做嘅。20，那21就是我們的世博台灣館了哈。世博台灣館啊。大天燈。哎，對，那另外就是到我們的城隍，這是我們的這個世博台灣館。對，那現在國賓影城已經進駐了，然後那個我們的世博台灣館影片也換了，所以裡面架構非常的漂亮。這個。你第一次升頂之後，就看到咚咚猛鏘鏘的東西。可以在這邊可以看到西周平原跟看到竹北平原都非常的漂亮，這時候這個。哇，懂後，他家做對去看一下世博台灣館。對啊，要吃東西就到城隍廟。行喺出來就做嘅，去到去食東西吧，就去到做嘅去食一下呀城隍廟地度嘅東西，安尼。唔過剛剛看到嘅按道嘅相片吼，係做嘅就係較泰嘅景點啦，係冇？較泰嘅景點，大家做啲去到嘅片啊，做啲老料啊、紅紅嘅啊、坤啊。唔過日下係唔係啲新竹也就企業來講吼，佢嘅人口大約係幾多少人哦？本身的人口沒有觀光哦。對，我們在6月27號的時候突破了43萬人口。很多。但是新竹因為它有科學園區，所以它的流動人口非常的多。它流動人口比例高過台北市啊，因為科學園區來往往，來去嘅人6、70萬。唔過日擺吼，因為像我家下一開始就有手機，那一開始用嘅手機新竹市呢，佢係咧輕幸福。又係親有資費，親有資費呀一部分吼，我做得嚟上上，係唔係因為呀喺科技上，啊大家就知道吼，一片嘅人係唔係去動槍安尼？東區有就科學園區旁邊這個附近的人口的數值，在台灣來講是比例最高的，大學生以上比例最高的，所以我們也謝謝科學園區的幫忙。那在所有市民支持，還有我們的議會的監督之下，這次獲得了全球這個智慧城市的前7名。一擺我T擺地都有按呢嘅比
比赛哦，也算是比赛嘛，就以现拍案呢，有这样子智慧评比案的评选就从全世界 ICF 全球的哦，也唔係全台湾去甲讲通的案呢，400个城市哎，跟考核非常累，20几个评审委员到。啊，星座师黑前就黑有你选就抽嘅。啊，对，我们先进到前21名，再进到前7名。哇，真经动听呢！讲到暗度和盲希用做定哦，因为做定星座也说，不过有讲到的轻幸福呢，轻幸福，因为幸福呢，家知道幸福係大家自家的主观的吼，主观知道你自家安尼，各位省饭、存钱、存拉的，和你的生活品质好，就有幸福，就快乐的。是啊。哇呀，星座师呀，在素材係轻幸福的素材哦。我们努力让这个。年轻人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年轻人打拼经济啊，打拼生活。那老人家我们就照顾他们，让他们快乐的、健康的在新竹老化，拼健康、拼快乐。那孩子教育更是重要，让孩子以后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所以老中青都要照顾到。孩子都要照顾到，所以4种评比，这也是老中青某共用的年龄层，就是来照顾就好嘅。对。故说长辈本年他们就会轻幸福，唔讲我知道吼，有加上嘅轻嘛，加轻幸福，有轻有自卑吼，按呢吼，做一类4种嘅压力动态吼。当然啦，压力很大。一旦明年，哎呀，轻有自卑，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想说要继续嘛，像嘿轻幸福，嘿就已经有第4年的嘿么。练3的吼，练等的，轻幸福，鼓手也还要继续保持，嘿咧，请他考验吼。所以我们都加油啊！不过我讲那机会吼，然后所谓向去报告一下。其实时装机即家系时装人哈，其实讲佢有机会来做时装的时节，希望所谓向前大家强化提升。甚至是希望从一张安尼一家不下大家庭安个想法，所以刚才时装讲到的是讲，你农业家你社会，市政府咧让你提升，啊后生人咧好出去打拼去赚钱哈，其实上贵则市政府上一张大家庭强了，所以佢有機會參加安度嘅比賽，像該 ICF 嘅智慧城市啊，佢年間紐約佢轉落嚟時，佢講我新竹市嘅市民認到我從全世界安樣智慧城市嘅人安樣生活，開始我做時裝嘅責任到使命啊，你目標啊，係，我是感覺咁咩去比賽，唔係講啱得獎啊，唔係，其實希望講譬如說安樣生活，你係唔係做得慢慢來打拼，做得安樣生活，但是到你係新竹市感覺係幸福嘅嘅。真嘅，係啊，因為4種吼就唔好講法啦，吼，我講一下市民有冇參與了，真係嚟講下市民的心聲，係啊，市民的感覺這樣子。因為剛剛有講到吼，參與沒有講到，也星座譬如咧睇家庭，唔過有個家庭吼，低度嘅成員真係動到冇講嘅族群啊，吼，年出名咧有好老人，還有外省人、漢人，講到也漢人嘅部分吼，算起來咩係咧大眾吼，冇講用嘅強調，係冇講用嘅漢人。啲也星座嘅素材，嗰種客家文化嘅一部分，係唔係啲星座是咩係咧重點？係，所以時裝送來以後呢，佢就咪當就專門嚟嘅科室啦，吼，為啲客家鄉親來服務。啊，另外就咪就讓學會費吼。爭取弄到嘅經費吼，不過該條是種講挨條是做事啦。不過向前是會感覺啦，講你東區貴下現在是43萬人口，地位差不多1/3係你客家鄉親。家下又講到貴下東門山安樣嘅發動嘅是隻過去嘅該故事，呢個客家鄉親。當沙皮啊，做啲當沙皮，按幸福嘅生活是因為就安尼客家鄉親，所以做啲特殊又會安尼，係就會做啲大家會抵抗係，所以而家感覺。又喺好嘅方面啦，嗬，又唔係講嘅嚴格必備嘛，咁唔係唔係。哦，咩係啊。係，嗰所以又喺客家嘅部分咩做嘅動作嘅神盲大兵神盲嘅動作嘅像係發通咩動作啦，係冇？啲星座嘅一部分客家又有人家還有講到。為科室科別啊，因為大家可能啲星座嘅市民，
聽偏的感觸咩動神就錯嘅，從要參與就係市民哦，要老師就冇強用哦，即講做唔得，即講講安尼，像市民嘅部分啊，吼，參與就做對老太家較分享，即個迄啲啊，新竹師，因比如東東，你可能會知道，新竹師家下看到嘅圓環差嘅東島啊，東島人啊，會唔會去到嘅片嘅時間，可唔可以動獎麼？該你看吼，因為發通安排時間，就日時頭就安布呀，吼，就做啲疏散。係，另外呢是學本睇即個不管你係嘛個族群啊，吼，你跪下來，你看咯，東門上安樣嘅故事，你講嘅客家鄉親，大概到去年睇即個保鄉呢啲故鄉吼，或者來抵抗日本人啊，吼係睇大家像林爽文，家下係算民兵嘛，吼，佢如果呢啲新竹生啊，其實我欺負呢啲，所以移民安樣嘅進先就會是安樣建立起來啦，吼，所以客家鄉親就新竹市雖然看起來較少，不過佢影響動態，係，睇緊啲地。我們係客家一樣哈。唔講吼，今日活動分享後，就得邀請到兩位吼來講一下日擺嘅楊溪東門上185周年嘅活動啊！吼，咁感謝師長，還有陳姨嚟到現場，什麼安子歡迎大家吼去到新竹來聊聊哦！吼，然後咧大家就先來聊一下，等下就停欣賞，聽下來做演通了。